嗨，大家好，我是探皮叔。今天是2025年8月13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这个胡适啊，三大指数啊放量上涨，给人感觉啊处在一个加速的阶段。这个沪指啊是一个放量的小阳线，已经是8连阳啊，连续涨了8天。最主要的是上证指数今天创出了3674点之后的新高啊，收盘3683点，而这个创业板今天更是大涨3.62%，指数的这个慢牛似乎已经形成了啊。从2024年9月18日上证指数低点2689.7点，也就差不多1年前，到2025年8月13号高点3688点，这个 A 股这一年涨了近1000点，也就是去年10月8号跑步进场的这些人，理论上应该解放了，只能说是理论上从今年4月7号上证指数低点3040点到今天一共是4个月涨了650点，而且呈现一种慢牛的走势也就是从指数上看，好像胡适已经呈现个慢牛走势尤其是今天表现出来是量价配合两市成交量是2.1万亿。今天这个沪指对吧，它是突破了3674点这个重要压力位也就是不像是在做双头那你只能认为它是一个指数牛市。本来如此强势的表现应该让这个市场一片欢腾，也就是金融消费者应该这个多收3、5斗但是股民普遍感到失望。为什么呢？因为全市场个股涨跌基本持平，很难体会到牛市温度就是今天这样一个放量上涨的情况下，2733家上涨，2458家下跌，涨幅超过3%的股票只有580只。也就是说，即便这么一个慢牛行情里面指数慢牛行情，金融消费者想赚钱那相当不容易。今天主要是券商股和一些大盘股科技题材股在上涨。按常理指数加速上涨应带动水涨船高，市场本应该是普涨行情，但现在这个表现可以说让人费解。这个资金抱团权重股，由于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好像周一宣布允许英伟达这个更先进的芯片在中国销售，只要英伟达交15%的这个税所以受这个影响这个英伟达概念股这些科技股今天表现亮眼。说1000道1万呢，还是那句话沙滩上盖高楼只能远观，不值得参与而且已经是8连阳，回调也是分分钟的事今天讲2个案例先讲一个坏消息。有这么一家企业它这个营销费用远超它的研发费用就是原来广告吹牛的费用远远比它投入这个研发这费用多。突击分红1.8亿，然后这个实控人年薪1123万，就这么一个有钱的企业对吧？你实控人年薪1100多万呢，然后还分红1.8亿，这样的一个企业却要IPO 到2级市场跟金融消费者借钱。我记得应该去年对吧，马可波罗上市，很多人质疑对吧，这么一个夕阳产业就是搞瓷砖的这本身就是高能耗高污染，完了之后又跟房地产密切相关。那房地产现在是什么行情马可波罗有多少应收账款根本就要不回来对吧？就这么个企业，他非要死鸡白赖的要上市，第一轮上市失败，第2轮再上市，就是死鸡白赖的要跟2级市场跟这些金融消费者，也就跟这些怎么劝依然要拿着7大姑8大姨的钱去2级市场去赌的这些人对吧，跟他们借钱。那今天又来一个，这家公司叫什么呢？根据这个鹰眼财报报道凤凰网财经转发的，叫植物医生，说宁波消费者朱女士走进植物医生门店，本想体验高山植物纯净美肌的护理服务，却在产品使用后面部红肿，门店店员淡定告知，这正是排毒反应。你看看对吧，你毁容了那也是排毒反应不要大惊小怪，要退款那是不可能的。多次交涉无果后，朱女士最终通过法院调解才拿到50%的赔偿。如果你认为这是个例，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黑猫投诉平台上，超过400多条投诉指向产品过敏、强制消费、积分清零等问题，撕开这家号称中国单品牌化妆品店第1名的企业的华丽外衣。而此刻，植物医生正带着4500家门店
年1400万会员的耀眼光环，向深交所主板发起 IPO 冲刺，也就告诉胡适的金融消费者啊一个好消息，对吧？你们又有子弹来了，又有筹码了，给你们送筹码来的。说植物医生的财务报表更呈现出一幅诡异的画面，2022年是21.17亿元，2023年21.51亿元，2024年是21.56亿元，连续3年居然是一模一样啊，原地踏步，都是21亿，连续3年啊。2024年相较2023年仅微增500万元，增长率不足0.3%，也就是说还没上市啊，这3年又一期的报表就已经不增长了。这一旦上市，这业绩那变起脸了可就快了。横向对比更显尴尬，同期叫林清轩营收从7.59亿港元跃升至13.28亿港元，贝泰尼从50.14亿增长到57.36亿，欧舒丹从164亿港元飙升至234亿港元，这都是那个就是同行啊，竞争对手，人家都在这个高速增长，这个医生是原地踏步，植物医生却陷入增长的泥潭。招股书中高度重视研发投入的宣言被现实无情打脸。2022年至2024年，研发费用分别为7377万元、7588万元、6633万元，也就是这个2024年研发投入骤降近1000万，研发团队规模2年萎缩超20%，从2022年的166人缩减至2024年的130人。与此同时，销售人员却膨胀至2601人，是研发团队的整整20倍。更荒诞的是，大专以下学历者占研发团队31.5%，也就是这个植物医生啊，人家研发团队都是博士、研究生起步啊，他这个研发团队很多啊，大专以下学历，不知道在研发什么啊。令人不解的是，公司一边大额分红，一边计划通过 IPO 募资9.98亿元，其中5.26亿元用于营销及品牌建设，2.62亿元用于总部及研发中心建设啊。2024年啊，植物医生实施现金分红1亿元，今年6月再度派发现金股利8000万元，也就是在 IPO 之前已经突击分红1.8亿。实际控制人谢勇通过79.14%的控股成为最大受益者，也就是通过这个分红啊，这个实际控制人谢勇啊已经拿走了1.47亿。既然你有这么多钱分红，你还跑到胡适跟这些金融消费者融资干啥呢？跟金融消费者再要将近10个亿，这10个亿啊，5亿用于品牌营销，2.6亿用于总部以及研发中心建设，也就是盖个好一点的办公楼啊，这个对吧？需要各位金融消费者啊伸出援手。老板1.5亿已经揣到口袋，这边跟各位啊自以为自己是什么投资者、耐心资本或者自以为自己能赢的这些赌客，对吧？继续化缘呐。当然了，这个今天啊，股市也有一些好消息，不全是这种突击分红，然后向金融消费者化缘的这种来抽这个金融消费者的血的。今天有一个啊赔钱的，有这么一家上市公司啊，它财务造假、欺诈上市，被监管发现以后啊，后来就退市了。那这个给这个金融消费者造成了损失。后来在法院的调解之下啊，这个由3家中介机构先行垫付将近5个亿给这个金融消费者，还有这家上市公司这不是被罚款吗？也是由这3家中介机构垫付的。我在以前节目不是说了吗？像这些退市的上市公司，你打官司你就是赢了，你拿不到钱，赢了官司输了钱。但是这个官司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上市公司没钱，你大股东没钱不要紧啊，你这个券商，你这个律师事务所，你们老老实实的承担连带责任，你们来付钱。这是哪家公司呢？财新网报道啊，这就是泽达益盛财务造假案。曾因财务造假被投资者索赔后，成为国内证券集体诉讼和解第一案的泽达益盛虚假陈述纠纷案，迎来第2季司法大战。什么叫第2季呢？也就是第1季是这个投资者、金融消费者啊告这个泽达益盛和这3家中介机构，这是第1季。那3家中介机构啊，在法院的主持下这和解了，赔了将近5个亿。那第2季是什么呢？第2季司法大战啊，3家此前承担近5亿元民事赔偿和行政处罚责任的中介机构开始追偿其他责任方，也就是他要告其他的责任人了。比如说
告大股东，比如说告上市公司，比如说告这个配合造假的。总之，金融消费者，人家拿到赔偿走人了，剩下的你们争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那么第二季司法大战里面被告的有一家上市公司叫格尔软件因为格尔软件603232，它是上市公司它被别人告了之后，它必须要披露的所以8月12号，这个格尔软件呢，它发布公告，也就是昨天发的要不然大家还不知道呢。它收到了这个起诉书诉状，所以它发公告，公司于8月8日收到上海金融法院出具的3起案件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等文书，通知其分别受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东兴证券、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追查案件纠纷这个案这个格尔软件这家上市公司成为该案39名被告之一。也就是那个3个中介机构你看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东信证券、康达律师事务所，你看这就是3家中介。他们你以往你们是只拿中介费，这个叫什么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这上市公司被罚跟他都没关系，造假跟他也没关系，或者象征性的处罚一下。现在对不起了，对吧？你们先赔完了，你们去找别人要去，你们打官司。所以这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东信证券、康达律师事务所赔了5个亿之后他就把相关人这个造假的都给告了。按照上市公司公告介绍的案件背景，该案件与泽达益盛财务造假案有关。主营医药产业 IT 技术泽达益盛曾在2020年完成科创板上市，其后被发现发行文件及年度报告都存在财务造假，就是欺诈上市2022年5月，泽达益盛因涉嫌欺诈发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后查出2016年到2021年6年时间持续造假，累计虚增收入和利润各5.63亿、2.96亿元，且上市前未按规定如实披露关联交易、股权代持情况。2023年4月，因在证券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在2016年至2021年6年时间持续造假，累计虚增收入和利润5.63亿元，且上市前未按规定如实披露关联交易，证监会对其作出行政处罚。2023年7月7号，泽达益盛被摘牌退市。2023年4月28号，12名投资者将泽达益盛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高管、相关中介机构，就是那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东兴证券康达律所一把告到了上海金融法院，请求判令赔偿投资者差额损失、佣金以及印花税损失。在中小投服中心接受部分证券投资者特别授权申请后上海金融法院对该案启动了漠视加入、民事退出的特别代表人诉讼程序。什么意思呢？我理解了因为这个泽达益盛的这个受害的这个叫金融消费者那肯定是很多人那你没有办法一个个的把人叫来立案，对吧？你同意不同意有这家会计事务所或者是叫中小投服中心替你打这官司，一把就叫集体诉讼嘛，对吧？你不能一个个的跑法院去告，那这个案子立1万多个案子，好几万个案子，所以要集体诉讼。然后呢，那集体诉讼你挨个你1万人，你让人家来签授权，那也是做不到的，所以这把自己就绊住了。所以这个上海金融法院呢，他把规则改了一下，改什么呢？就是所有不表态的，那就是默认加入的这个集体诉讼。如果你不想告，对吧？这是你的权利你钱被别人骗了，但是你说我不想告他，那也可以那你要不想告，你就得申请，对吧？你就得来特别声明，说我不告，默认就是告。就好比这个开会的时候领导说征求大家意见，反对的举手，没人举手那就算通过了大家都同意了。一般呢，你要这么整的话，那就都同意了。我觉得这样合理对吧？要不然你把那么多投资人都找齐了，让人家表态，那很麻烦的。而且真的你受害了，你说我放弃索赔，这种人也少虽然他有这权利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2023年12月26号，上海金融法院公告表示，其审理的投资者诉泽达益盛及其实控人、高管、中介机构等12名被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以调解方式审结。中小投资者代表7195名适格投资者获2.8亿余元全额赔偿。你看这个是金融消费者真的不容易赢了官司，关键赢了官司赢了钱。根据这个格尔软件它的公
公告显示啊，东信证券、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康达律所等向投资者赔付及向中国证监会缴纳款项合计4.93亿元。哎，就是3家中介机构啊，你老老实先把钱给人家赔上，哎，给这个有关部门的罚款你交上，哎，完了之后你再去告别人，告谁呢？所以这个3家中介机构啊，就发起了本轮就是第2季诉讼啊，向部分主体追偿其损失。那具体到这个上市公司格尔软件，它为啥也要赔偿呢？格尔软件涉及该案是基于双方寻求未来业务互补协同发展初衷，格尔软件业务人员与泽达医盛等公司于2018年和2020年进行了2个批次采购销售业务，在公司自查过程中认定所涉交易不具有商业实质，上述2笔交易对格尔软件2018到2021年财务报表财务数据准确性产生较小影响，无需做追溯调整。上海证监局亦对该事项进行了核查，并于2023年5月对公司及相关人员出具了警示函。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格尔软件2018年到2021年协助这个泽达医生财务造假，对吧？是你说的你跟人家做业务要做多少亿的，你说有，对吧？会计师，我作为这个天健会计师律师所我去向你核实，你说有，那你撒谎了，你的负责任。东信证券也是这样的，告他，对吧？我作为督导券商，我去找过你问过你这笔业务是不是，你说有，现在证监会说这是假的，你撒谎，你得负责任，对吧？这里面39名被告，因为这个格尔软件它是上市公司，所以他被人告了之后，他要披露的详细披露。其他的38个呢，恐怕他不是上市公司，人家也不用披露，告了我不说，对吧？应诉就完了。也就是说这个案子为什么说我要专门说一下呢？这就是真正的一大进步。这就我以前老是说这个金融消费者，你告这个大股东，你告上市公司，一般的上市公司一旦退市那大股东和上市公司都是已经是烂的不能再烂了跟那个许老板是一样的，名下没有财产，这有资产也转移了，对吧？然后这公司呢就整个的就是债，你想从那儿拿到赔偿不可能，所以就赢了官司输了钱。但是这回好了，对吧？这回好比就是法院判决你这个恒大的这个审计机构叫普华永道，你赔钱，你普华永道有钱呢，对不对？你给这投资者赔完之后，你再去告别人去，对吧？至于这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东信证券、康达律所，你能不能把这个格尔软件给告倒，让他赔钱？那看法院怎么判，看你拿证据吧，对吧？你把那39个人能不能告倒？告倒之后，你能不能把人家钱拿过来？那都是你的事了。所以说这个这个案子非常有意义这个就让以后这个欺诈上市、财务造假，这个真正的做到叫中介机构要负起责任。以前中介机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吧？人家要赚钱，你财务造假，你这个欺诈上市跟中介没关系。现在是叫连坐，对吧？你中介就有关系，对吧？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他把财产转移了，转移到美国去了，你这中介机构难道都转吗？对吧？你的律师事务所都转吗？所以这样的话就让这个只要审计机构、只要券商、只要律师事务所他们勤勉尽责，他们真的是负责任。你造假哪有那么容易你造不了假，对吧？你要造假，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人家可不跟你现在就是券商律师事务所，人家不可能跟着你后面配合你造假了，对吧？你要造假，人家肯定指出来，为什么呢？他也担责任呢，到时候赔上他赔钱呢所以这个案子要看这是个孤立呢，还是说以后判都这么判？我相信如果以后都这么判的话，我觉得这个欺诈上市、造假会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也就是没有券商、没有会计事务所、没有律师事务所会配合、会默许上市公司造假，人家都把眼睛擦得雪亮的，对吧？人家可不替你背锅只要这中介机构支棱起来，这些公司想造假比登天还难。而且现在叫囚徒困境，因为3家中介，对吧？你搞定1家中介造假都不行你比如说会计事务所，他配合你造假，或者他默许，那人家券商可不干呢，人家可不敢跟你后面倒霉券商干的，律师事务所他不干呢，对吧？而且大家记住了，如果谁第一个向这个主管部门举报，比如像那个交易所或者像证监局、证监会举报，那么对吧？因为你是首告因为你是这个积极检举揭发那你反而恐怕没事。也就是大家都没有发现这个财务造假，但是你发现了，你如果不举报，你就有责任了，你到时候要担责任。你这个时候跑去到交易所或者到证监局，一封举报信或者一封什么自查报告交过去，行了，你没事了，对吧？你平安了，不用赔钱，那剩下的他们都要倒霉。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个好事关键是看他能不能持续这么干这是昨天格尔软件公告。但是我要把话说回了对于一个金融消费者来说你从这个赔偿里面能拿到多少钱，是不是就能弥补你的亏损，这个可不一定他这个算赔偿非常
常复杂，它只是在那个报告期影响之内啊，它那个算法不代表你炒这个股票啊，你炒这个股票赔了10万，哎，到时候这3家中介机构就给你补偿10万，不是这意思啊，它是有个算法，哪个时间段你啊吹了之后，然后这个时间段你赔了多少，怎么认定？那个还比较复杂啊，也就是说你不要简单的等同说我炒这只股票赔了10万，哎，你这3家机构你就得给我赔10万啊，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判罚对中介机构那是有个严格要求，但是对真正的对中小投资者说你能追回多少损失，这个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胡一进老师啊，昨天啊，这个江西南昌警方啊，他有个通报啊，在南昌一个景区里面，一名19岁的女大学生啊，被一个据说是精神病啊，神经病，哎，跟他搭讪不成，然后用剪刀啊乱捅了10几刀，这名19岁的女大学生啊就遇害了，就这么个事。我看在网上还上了热搜，也引起公众啊强烈的愤慨。然后胡静老师就对这个事啊也进行了一个评价，警方今天傍晚作出通报，表示嫌犯席某某有精神病诊疗史，又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响。怎么又是精神病？精神病难道要成为极端犯罪的挡箭牌和免死牌吗？说老胡想说啊，即使嫌犯真是精神病，这起杀人犯罪责任也必须找出该承担的人。也就是胡静老师意思就是说，这个19岁的女孩不能白死，得有人负责，不能找个说她是精神病，那这事就不了了之了，该她倒霉。说她的责任绝不能因为嫌犯是精神病而蒸发掉。我觉得胡静老师这个评论啊还是比较这个客观啊。胡静说啊，看到这个消息，老胡反而更加气愤了。他说：“我想说啊，如果此人确系严重精神病人，他的监护人在哪里？当地街道和景区的安全管理责任又尽了多少？怎么能够容许如此有攻击性精神病人带着剪刀这样的伤人工具在人群中放肆行动，不受任何限制？”最后啊，他说这件事还会给全社会敲响警钟，各地的精神病人，尤其是那些有攻击性的精神病人，都需要真正管好了，绝不能让他们在社会上，尤其是在人群密集处随便游荡，搭讪不成就捅人致死的悲剧不能重演，其他类似悲剧也不能被纵容。凡是有严重罪犯出现，都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如果犯罪嫌疑人是精神病人，无法承担法律责任，那么就必须由其他人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我倒是觉得啊，这个事情非常难办。我发现啊，有的时候中国的事情真的很难办，为什么呢？就主要是这个缺乏理性思考，缺乏自律。实际上我们把这个事扩大一下啊，无论是精神病还是这个青少年，也就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但是他也有破坏性。说来说去就是对这个人群怎么管理，不就这个意思吗？你说我们说青少年那个霸凌，年年讨论，年年都引起这个惨案，大家都关注，但都解决不了。这个精神病也是啊，为什么解决不了？胡静老师说了啊，这跟他监护人有关。你看胡静老师评论呢，多多少少有这个意思了，是吧？他监护人在哪儿？具体到这个精神病为什么说难办呢？我们经常在媒体啊新闻上看到啊，有人拍个视频，有人在网上发个帖子说啊，我被那个当地什么帽子叔叔啊强制带到什么医院去做鉴定啊，说我是精神病，我是好好的，他说我是精神病，把我这个关起来了，把我送到什么精神病医院去治疗，强制治疗。网上就开始骂一大堆的，就不管3七2十一开始骂，这还了得啊，对吧？你随便把一个人就带走，就说人是精神病，这个确实是这样啊。那大家也会担忧啊，你要在大街上走路，突然来4个人把你一逮送到精神病医院，说你得了精神病要接受治疗，你说谁不害怕呢？大家都害怕，所以大家都会反对这种行为，所以就骂。所以你看网上这样的事多不多嘛？完了这个你看江西景区这个精神病啊，大家又骂你这样的精神病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对吧？为什么不把他约束起来？你看胡一静老师都说了，为什么不把他带到医院去治，强制的吧？所以你看啊，就都是根据自己需要，想怎么说怎么说，没有一个人会就是理性的会探讨说这样的人应该怎么管理。咱们特别容易走极端，对吧？咱们一面又反对那种把一个人看上去像是好人啊，强制带到精神病医院去，这咱们肯定反对啊。这同时咱们又希望啊，这个像这个杀人的这精神病人一定要把他管住。假如警察啊或者是强力部门把他拉去医院强制治疗，人家发个小视频说我被人带到这儿治疗了，保证网上又是一片骂声呐。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就是按照网上这个我说暴民啊，你就满足暴民，那只能是顾头不顾尾啊，永远被暴民牵着跑。那个有人在网暴那个武汉大学的图书馆那个女生叫杨什么，
对吧？就直播去扒他的坟，就搞他的那个什么论文，警方上去警告他，告诉他，不能这么干，出了人命可不好，你要负责任。好多人骂说，这警察怎么能这么干呢？怎么能上门去找人家呢？好，你看看河南周口那个医生，对吧？被网暴，他跑去求助警察，警察不管，结果人家跳楼了。大家又骂，那警察怎么能不管呢？你看看就这你就没有办法，就网上这些暴民，这极端分子他完全是靠自己的这种，他没有个规则，没有个理性探讨，没有个界限。所以我说中国的事情难办呢，难办就难办的这些网络暴民，他就不知道要什么，他也不知道该为这个我需要的东西我要付出什么，整个表现出来就是一个大宝贝。而这样的生意一大，它也能影响，对吧？这个政府影响有关部门，因为要平息舆论呢。所以老胡评论这样的问题是对的，但是也是停留在表面上面，对吧？也就是这个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但是他有危害性的这个人群，那应该怎么管理，对吧？应该怎么样去达到社会一个共识既要让人不要担心半夜被人带走说你精神病，又要真的把那些精神病要管住，不能让他揣个剪刀到处行凶。这个靠网友在这儿网上发泄这个情绪发泄是没有用的。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